係，大家好，我係來自馬來西亞嘅綠星領導 Kenny Chong。所以今日咧，我會同大家分享咧我哋香港嘅獎金制度。其實我哋嘅制度咧係好簡單嘅。我哋咧總共咧就有3個配套，我哋有 P3、P4、P5。P3 咧就係港紙咧7800，P4 咧就係港紙咧15600。咁樣 P4 咧就係46800。OK？ 點解會3個配套咧？佢嘅分別就喺P3 咧7800咧，你會獲得一部 P90一部，咁樣 P4 咧就2部 ，P5 咧就總共有6部機。咁樣一部機嚟講，我哋買翻嚟咁成家人都可以用㗎啦。咁如果你買2部嘅話咧，即係講我哋嘅爸爸媽媽唔係同我住埋一齊，咁樣一部機喺我哋用，仲有一部咧就送俾我哋嘅爸爸媽媽用。咁樣6部機嘅話咧就係一個配套，係一個做生意嘅配套嚟嘅。2部機自己用。2部機咧，你可以俾你身邊嘅朋友試用，仲有2部機咧，你可以當成一個現貨，方便你做生意。即係個客戶要貨嘅時候咧，即刻有貨可以俾佢。OK， 咁樣發展個團隊咧好簡單嘅。例如話呢個係你 U， 咁呢個產品當你用到好嘅話咧，肯定會好自然會同你身邊嘅朋友分享。例如話你又介紹咗 Mr. A，OK？Mr. A 咧亦都買咗2部機，咁你嘅佣金有幾多咧？就喺港紙1170。咁你再介紹嗰個朋友 Mr. B， 因為我哋嘅制度咧係雙軌嘅 ，OK， 即係發展2個團隊啊。介紹 Mr. B 一樣咧，亦都可以獲得1170。當你有介紹到2位嘅時候咧，你就可以享受我哋第2個花號叫做層鋪，每一層咧都有一個鋪，係幾錢咧？就係5850。OK， 咁樣1170，3個獎金加起上嚟咧，全部加上嚟咧就係8190。OK， 咁啊，如果你介紹4位嘅話咧，咁你就翻本㗎啦。即係講你買嗰2部機咧，都可以講係免費㗎啦。咁你介紹咗2個朋友，佢亦都有佢哋嘅朋友，你唔識㗎。例如話 A 又介紹咗佢啲朋友 ，B 咧又介紹咗佢嘅朋友。嗱，你睇下，家姐已經去到第2層啦。所以你又可以享受多個5850個獎金，呢個叫層鋪，係嘛？今日心情好愉快，瞓翻個靚覺，天朝早瞓醒覺，呢個朋友又介紹咗一個顧客，呢個咧又介紹咗佢嘅朋友，嗱而家去到大深層啦，所以你又再可以攞多個5850，呢個叫層鋪。呢個層鋪咧可以攞幾多層咧？係無限代嘅，去到第10層、100層、1000層咧。你都有呢個層鋪嘅，我哋公司咧係每日計算獎金嘅，每日朝早咧10點鐘咧就會發出個獎金㗎啦。今日一瞓醒，如果你發覺到你嘅左邊直落有3粒 ，B 呢度咧直落有3粒，即係3層啦。咁啊，今日你嘅獎金咧就係17000嘅。如果你一瞓醒覺，你發覺到呢度有10粒直落，呢度有10粒咧，即係10個層鋪。咁樣今日咧你嘅入息咧就係58500。OK， 呢個係冇封頂嘅，所以係每日計數㗎。OK， 好啦，當你嘅團隊咧一發展超過第3層過後咧，公司會增加多個獎金叫做對碰。嗱，點樣講咧？例如話呢個朋友咧亦都介紹2位，呢個咧亦都介紹2位。所以個獎金係點樣計算咧？好簡單嘅。首先呢位同呢一位咧。就開始層鋪啦，你就先攞一個5850。咁呢位同呢位咧，我哋咧就可以攞一個叫對碰，增加多個獎金。呢個對碰一個對碰係幾錢咧？就1404。OK， 1404咧加5800咧，大概係7200蚊。所以今日你嘅入息咧就喺7200蚊，即係左邊有2粒，右邊有2粒。左右2粒，你又賺7200蚊。咁樣再落去咧，呢個咧又介紹2位，呢個又介紹2位，呢個又介紹2位，每個介紹2位。咁而家左右咧就有4位。咁你嘅獎金點樣計算咧？好簡單嘅。嗱，首先呢個同呢個 ，OK， 先有一個層鋪，你賺一個5850。咁啊，仲有呢3隻咧，呢3隻同呢3隻咧就係對碰啦。一個對碰咧就係1404，咁樣乘3個對碰，即係幾多啊？3、4、12，1、3、4、12，
跟住咧13就4，就4212，再加個5850咧，今日咧你又賺開1萬蚊啦，超過1萬蚊啦 ，OK？ 嗱，左右有4個人嘅時候咧，你就賺1萬啦。咁樣再落去咧，2個會變4個，4個會變8個，8個會變16，16會變32嘅，啱唔啱啊？每個人計時2個嘛。咁獎金點樣計算咧？好簡單，左右有8隻嘅時候咧，一隻就係你可以賺5850，仲有個7隻咧，就每一隻咧就1404，7隻可以乘1404 ，OK 就咁簡單。當你左右有16個嘅時候咧，獎金點樣計算咧？好簡單嘅，一個咧就係5850，仲有15隻咧，你就乘1404就啱噶啦，就以此類推 ，OK？ 呢個咧叫做對碰，所以個對碰獎金咧係有封頂嘅，最高咧可以去到幾多咧？每一日你嘅對碰獎金咧就係54600。咁啊盡㗎啦！就算今日你可以賺6萬蚊、7萬蚊 ，sorry， 你最多咧就係54600，我哋叫封頂。咁啊，如果日日封頂嘅話，乘上30日，每日封頂，咁即係一個年你可以賺幾多錢咧？我哋已經計過㗎啦，就係16038萬 ，OK？ 你嘅收入封頂啦，就係呢個對碰係有封頂嘅。所以一個戶口咧，我哋每個月入息咧都係超過8萬嘅。咁啊，再加埋其他嘅層控咧，所以我哋嘅入息咧係非常之可觀嘅。OK， 咁樣有啲人咧，佢又會問我：我發展咗個團隊，萬一個團隊咧好勁，發展到好犀利，咁啊另外一個團隊咧冇咩識喐喎，咁啊好大鑊㗎啦，係嘛？即係講一個大笨象腳，一個恐龍腳，係嘛？咁啊一隻腳好識跑，另外一隻腳唔識行，咁我咪冇入息，咁你唔需要擔心。我哋仲有大3個花項，我哋叫對等獎金 ，OK？ 對等獎金咧就係講你所介紹嘅朋友 A、B 係你介紹嘅 ，OK？ 佢哋嘅入息咧，你有10%，佢哋嘅對碰收入你有10%。舉例，如果 A 咧佢賺1萬，你就有1000啦；佢賺10萬，咁樣你咪有1萬啦，10%啊嘛。A 介紹落去嘅咧，你有5%，咁我哋總共可以攞幾多袋咧？我哋可以攞6袋，第一袋咧係10%，所以第二袋咧就係5%，OK？ 你可以攞到第6袋。好啦，6袋咧唔係代表6個人㗎，6袋咧可以好多人㗎，可以60個、600個、6000個、6萬個人嘅入息同你都有關嘅。即係舉例 ，A 好強，你可以攞6袋啊，一隻腳啊嘛，你都係有入息。咁如果2隻腳都喺度發展嘅話啦，咁啊恭喜你啦，兩邊你都可以攞6層 ，OK？ 呢個叫對等獎金。如果你日日封頂，佢日日攞54000，咁你都有5400啦，係嘛？佢一個月呢個 A 好勁，每個月咧係賺160萬，咁樣你有10%，你都有16萬啦。一個人啫，係嘛？總之你成個團隊入邊幾百人、幾千人，有一個日日封頂嘅咧，咁啊恭喜你啦，係嘛？你每個月咧你都可以攞到16萬。如果攞5% 嚟講咧，你都可以攞8萬每個月，係嘛 ？OK， 呢個咧就叫對等獎金啦。OK， 最後一個獎金咧，我哋叫做互助獎。咁呢個上高咧一定有一個 upline 嘅，即係你嘅推薦人咧，推薦個朋友。如果係放響第10代，咁樣第9個嗰個咧就係你嘅 upline，OK？ 咁呢個 upline 嚟講咧，佢嘅收入，佢嘅所有收入，佢嘅推薦獎金啊，佢嘅對碰獎金啊，佢嘅對等獎金，所有佢嘅收入咧，你都有5%嘅，你都有5%，OK？ 即係呢個制度咧係好特別嘅，你鼓勵你嘅下線，你有收入。你得閒嘅時候咧，你鼓勵你嘅上線咧，你都會有收入嘅喎 ，OK？ 你可以攞你上線每一日嘅收入嘅5%一路攞到幾時咧？佢係有個限制嘅 ，OK？ 點樣講咧？嗱，如果你當時你加入嘅時候咧係 P4，咁你乘一個3倍，乘3倍咧就係幾多咧？
15600咧乘3倍咧就係46800，我哋計過嚟㗎啦，46800就停止㗎啦。你攞你嘅長線嘅入息攞到46800就 stop 㗎啦。咁啊，如果你加入嘅咧係7800嘅，乘3倍咧，乘3咧就係23400，所以就停止㗎啦。咁啊，如果你加入係 P5 嘅配套嘅咧，46800嘅咧乘3倍係幾多咧？就係14400就停止啦。所以呢個制度咧係好特別嘅。你鼓勵你嘅下線，你可以賺錢；單係嘅時候咧，你鼓勵你嘅 upline， 你都有錢賺，係嘛？所以呢個制度咧就係咁簡單。咁咧喺度溫馨提示咧，就係講你所有嘅收入咧，80%你可以提獎金 ，OK？20% 咧就係產品嚟嘅，即係舉例，如果你賺1000蚊，你同公司提現咧，你可以攞到800蚊現金，仲有200蚊咧選擇公司嘅產品。OK， 最後咧我要補充一點咧就係、頭先我講咧呢兩個 A、B 咧佢哋加埋係 P4 嘅。OK， 所以有一日咧，佢都會想升級，升上去 P5。當你升上 P5 嗰陣時咧，你嘅層控咧就唔係5850噶啦，你嘅層控咧每一個層控咧係17550，你每一個層控。咁啊，你之前咧就攞咗5850啊嘛，咁啊減開嚟啦，減開嚟咧，你仲有12000啦，公司會補多一個12000俾你。OK， A、B 兩個一升級升去 P5 嘅時候咧，你嘅獎金又會增加。如果每一個咧都升級去 P5 嘅話咧，就等於你每一個層控咧係17550，10個層控咧就17550㗎啦。OK， 就係咁簡單啦。咁度咧，另外再補充咧，如果你加入 P3 嘅，你每一日你嘅對碰獎金咧封頂就係7800封頂。如果你加入係 P4 嘅咧，你每日嘅封頂咧係15600㗎。咁啊，如果你升級去 P5 嘅話咧，你每一日嘅封頂咧係54600嘅，每日封頂。所以頭先我有強調一樣嘢，你最高可以去到每日封頂咧就係54600。日日封頂嘅話，乘上30日咧就係160幾萬㗎啦，每個月，係嘛？所以呢個計劃咧就係咁簡單。OK， 多謝大家。